酒在台湾人的生活文化当中有占真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拜拜祭祖会用到酒，婚丧喜庆、大族斗阵，也是朋友相时嘛会食酒。心情欢喜的时阵，甲朋友吸一杯啊；心情无好的时阵，佮较定定爱食酒来解忧愁。甚至早期有真侪台语歌。歌词的内容嘛，拢定定甲酒有关系。若讲到台湾的酒，一般咱拢想到台湾料理定定会掺的红飘米酒，抑阁有正做台湾代表的台湾米露。有的人可能阁会想到原住民的小米酒。其实台湾激出来的酒有百款，甚至有的阁摕过真侪国际比赛奖项。到底台湾的酒有偌尼啊厉害？我2004年来这开始甲红党经过10几年的努力，已经将咱台湾的酒做到世界10个国家，世界10个国家做酒的比赛，咱拢去比赛，拢有得奖。是安怎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阁会当发展出这么侪款的酒呢？威士忌是全世界拢会当大家拢接受的酒。外国人看到这支米威士忌，因为看到是谷类威士忌，原料米，伊看有，所以阮就选择讲，用米去做威士忌。因为我要做就是地酒，地酒就是这块土地的味。明知自己无酒量，偏偏啉甲遐尼凶，有满腹心事无地讲，才来到这做酒国英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我头拄则念的，迄就是《酒国英雄》这条歌，而且真侪台语歌内面啊，真就是第三杯酒同款，等到第三杯要来祝你成功凯旋，才来甲啉好完。啊，讲到这个酒的文化呢，对这个出世到死亡，甚至伫咱生活当中，还佫一款拼酒的文化，互你杯底唔通饲金鱼。究竟我就是啉酒的文化，伫咱生活当中有偌尼啊重要呢？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就是咱高雄参旅大学的陈千豪陈教授，教授你好。係，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千豪。第二位要邀请的就是来自咱云林虎尾虎尾岭的头家郑文伟，郑头家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台湾的酒真正是太多啦吼，虽然我家己本身啦无咧啉酒啦，观众朋友未满18岁嘛是袂当啉酒啦吼。讲到这酒的这个种类啊，会当大概分哪几个范围，哪几个大方向？咱依照咱国家迄个财政部的迄个分类啦吼，咱台湾个世界的酒有分做3个种类啦吼。第一个是发酵，发酵就自然发酵吼。第二个是在制，在制比如讲你咧浸药酒啦，浸水果酒用浸的，较悬度的酒精浸水果也是浸药材类吼，这叫做在制酒。蒸馏，第3种就是蒸馏，透过蒸馏的方式做出来高酒，大部分是咱世界的酒就分做这三种类。所以咱对嘛，咱讲的这，比如讲什么米酒啊、什么酒啊，其实有真侪拢是用无同款的工艺、这个方法伫咧制作的吼。也说到要来请教着老师啊，听讲咱台湾啊，这酒吼，其实事实上酒这款物件一直在咱台湾，其实拢是有政府单位伫咧管制。讲到这个专卖制度，我真好奇就是讲，咱台湾伫咧专卖制度进前啊，台湾人一定拢有家己伫咧结酒，吼当然也是专卖制度了后叫做头结酒啦。通常台湾伫咧专卖制度进前，咱拢是结什么款的酒？咱有一句话叫做“食有春”，才会当来做酒；食有余，
足以酿酒，所以所有的文化拢有做酒的历史。啊，台湾是安有专卖制度啦，专卖制度是1922年，迄阵啊，日本为着要改善着咱台湾的财政的状况，因为以前日本人来遮造桥铺路，啊，了起水库，啊有台湾有电的时阵中国的清朝搁咧点蜡烛，所以一旦台湾开收这资料，财政不平均的时，啊变做无法度搁支持落去，本来要卖互法国啦，啊结果迄个第4任的总督迄个民政局长官，伊个后藤新平啦就开始打台湾的烟酒糖鸦片，拢专卖啊台湾才有充足的迄个税收钱啦，啊专卖是为遐开始，啊国民政府来台湾搁继续落，继续专卖，咧，伊说来台湾算来台湾无钱嘛，啊所以伊爱打这专卖财政搁继续维持落，所以专卖制度一直到2002年，咱加入 WTO 才结束，啊但是迄进前呢，台湾超2000几间大细用糖、用米、用番薯、用在地原物料做酒的历史是足久的，嘿。其实讲到这个专卖制度吼，对于这个咱今仔做真侪张卡片吼，咱一一来甲观众朋友介绍。讲到这个册标，应该就是红色的吼，啊叫做糖蜜酒，啊为什么叫做糖蜜酒哈？这点这个可能会当特别解说就是说，其实这就是咱红标米酒的精神。哦，咱红标米酒就是糖蜜酒来。糖蜜酒。嘿，因为迄个时阵咱台湾甘蔗足济，啊，所以用甘蔗做了剩下糖蜜。啊，来熬做酒精，因为伫后背正个有迄个酒精窟，就是专门咧用这糖蜜去做酒精的。啊，再酒精来做糖蜜酒，叫做红标糖蜜酒。但是尾啊，因为咱台湾有需要米酒，日本人真巧，伊就加一寡米酒的成分落，变做红标米酒，啊，这就是红标米酒的精神。哦，这个有使加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日本的迄个太平洋。开战了，太平洋开战了，伊需要牛舌去作战嘛，啊，所以伊无充足的米，来做米酒，所以伊迄阵啊做一个酒叫三蒸酒，就是3杯，什么3杯？你敢若有1杯的米，啊，但是其他3杯的酒精拢用糖蜜来，迄阵啊日本时代叫做三蒸酒，迄阵啊，因为后来咱台湾人习惯这种煮米料咯，继续叫做米酒安尼。哦，其实内底的米足少的。啊，其实这若认真讲，伊就应该算迄个啥兰姆酒这种。所以咱台湾自古早就兰姆酒，只不过是名无共安尼尔。哦，对。啊，究竟什么叫做兰姆酒？咱确定啊，来请专家来解说吼，来看后一张。来，这张是绿豆酒。绿豆敢有法度结酒？其实你也注意看，这是专门进前台湾的酒，家己的迄个私人的酒厂做的绿豆酒。这迄阵啊未专卖，未专卖啊，但是日本后藤新平就台湾2000几间的酒厂，大细合并做12间，会专卖局的迄个酒厂。伊管了对啊。因专门。即马变政府生产，大细整并，合并起来变12间，啊，这是专门进前的迄个私人的酒厂，你看家己的文化酒厂，私人的酒厂，对，系。好，来后一张，来这张哇，咱定来讲吼，要啉酒就来啉迄个五加皮啦，这五加皮是啥物物件哈？这是迄个，你看迄个标签你来看吼，大稻城，兴源制酒啦啊，迄个国式的迄种药酒，这药材类种，啊，迄个五加皮，这嘛是爱浸迄个药材类。对。其实事实上你通看就讲吼，这个药酒其迄画迄个度，甲咱一般较无共款哦。食落去要互你免哦，要互你用啦，会当就是亲像迄个百合共款，会当食到100岁年老。所以其实药酒其实画迄度，其实伊所传达的迄款非基本信息就伫咧顶头内面吼。好，来这张水工。所以讲迄阵也是咱台湾迄阵也是本时代迄种清酒，清酒这种的文化是为迄段日本来，清酒甲米酒有啥无共？上大的无共的所在是用伊的做酒的菌，伊的做酒的菌，咱台湾是白壳，白壳是叫做自然落菌，伊有一个算讲特技，
内底有10种的菌啊，有毛霉菌、乳酸菌、醋酸菌、啥物酵母菌啥拢有，那个菌啊，大家发芽出来。啊，但是日本人伊种天气较寒，日本人天气较寒啊，所以因迄经过迄种明治维新了迄个微生物学进步啦所以伊是分离出来一个单一的菌种迄个糖化菌啊所以伊做出来味较纯净啊，但是这是用迄种日本时代来台湾改良的迄种酒味，沙卡麦酒味专门做酒的味，所以其实讲就是日本的迄个sake伊做的迄个菌，其实伊就是较敬贵啊，敬贵，伊个敬贵。来看后一张，来这张叫做泡性吼，来泡性，泡性其实这酒的文化为在日本时代的时阵50%以上的迄个台湾的移民是为九州来九州，啊九州伊就农业的上大的关甲台湾的气候上接近，所以因遐饮酒的文化，迄阵就来到台湾。啊，泡盛其实是用在来系用在来米，在来，其实在来米是日语，在遮本来就有诶，所以叫做在来。迄在来迄是日语，在来就是，咱就是热带的米嘛，热带的米就是在遮本来就有米啊，甲日本人食会黏的米无共。这我简单补充一下，比如讲像这种一个 Okinawa 冲绳啊，因就拢泡盛酒。啊，啥叫做泡盛酒？就伊米酒的发来时，伊算有水，但是发来时有产生就比比宝宝拢一直起泡，这个泡盛安尼，所以这名何对才来安尼。原来是安尼的对啊好，来烧酒，这是啥物酒？烧酒伊的原料会使有足侪种，番薯啦、米啦所以会当变做酒的迄种三型酒精啊，叫做烧酒。但即摆日本的迄个税收的定义啦，你也20%以上，拢会使啦，这叫做烧酒。基本上伊是一种蒸馏酒，蒸馏过的酒，伊甲清酒佫无共。清酒是过滤过尔，发酵过滤，这是发酵了，佫蒸馏，所以度数拢较悬安尼。度数较悬了对啊。你看标签顶头有焦糊细腻啊，这36%啊，有36%用红仔去熟定过。用红仔。其实，甲老师在开讲的时阵其实老师有讲到一个小较大的重点，就是讲日本时代所专卖的酒，因会号做啥物名？专卖局，对无？对，专卖局，嘿。若是国民政府来了后咧，伊叫做公卖局，公卖甲专卖是无共，迄个时代迄个无共，所以以后咱观众朋友看到迄个飘头伊个飘丝，就当分辨出讲其实迄时代的时代酒啦，但是迄阵国民政府拄来台湾算讲来台湾时阵，因为酒干佫存足济啦，迄阵日本人留来酒干佫存足济，所以伊迄阵迄个顶头刻的嘛是专卖局，无改做迄个公卖局，被换掉了对吧？对。讲到迄个做酒的过程，我想要顺续来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讲，定定拢听讲原住民一个结酒啊，因是用天然的方式啊。有的人讲迄个米爱放在嘴里薄薄的了才甲伊掺落去迄个结酒的迄个瓮仔内面，才好多互这酒顺利变做是酒，敢真正是安尼？当这是啦因为原住民迄个时阵，因若无即个壳，一寡部落无即个壳的观念，当因发觉讲喙若米薄过，因为咱喙内底有迄种酵素，薄了来变甜。因为咱要发芽一定要有糖，你淀粉无得发芽，所以你敢若米伊发袂起来。所以透过咱喙的内体菌甲伊糖化了变糖，糖了当然伊就会当发起来安尼。这是嘛是一种智慧来生活的智慧发觉。当然尾仔了足侪原住民的部落，因嘛拢有迄种迄个制壳的迄个技术。但是讲你若讲无即个技术的时阵，迄个时阵就真是有用迄个喙烂来用安尼。对，因为喙花内面有淀粉酶。对。以就以世界来讲啦，南太平洋加一直加你即马迄个南美洲的迄个亚马逊河亚马逊河遐嘛即马嘛够有当地原住民咧做伊做树枝，迄树枝也先剥过，才配出来。嘛有迄个墨西哥，用迄个玉米，用迄个玉米做的，伊嘛是用喙骨剥过啦，安尼。毋过讲就是
浸酒、做酒内面真侪眉眉角角，咱爱先小休困一下，卡顶啊继续来讲。讲到酒这款物件，伫咱生活当中，会当讲是甲咱非常的接近。虽然我无食酒，毋过吼，这酒的物件伫我生活当中是直接看见。当然啊，伫咧疫情期间，这除酒精迄是无算啦吼。啊，当然我想要来请教老师啊，伫迄个专卖制度受到这政府管制了后，这个专卖制度之下，人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台湾人敢有家己偷激酒啊？这种在地人啊吼，迄个有诶激素酒诶迄种风气嘛是真济啦吼。啊，激素酒就是迄个留落来迄种方式啊，做用白壳啦，做这个米酒啊，这个文化是足济啦。啊，但是迄阵也是违法的，迄个掠到是足严重的。对。呀，按呢专卖制度就是规个就是放任了后啊，目前咱台湾敢法度民间敢法度家己来激酒？当然啦，这因为咱过去算讲80年啦吼，台湾的学界吼，所有咱的迄个行业啊，无一个人的家族咧做酒啦吼，所以有一寡小部分的人吼，有把这以前的古法啊吼，啥拢保留落来吼。即马开放了的时候，咱2002年的时候，短差不多2-3年之间吼，大家台湾差不多变做500间的迄种大细的酒厂，大家来申请这个酒牌差不多500间安尼，所以我看即马网络的世界吼，足发达的大家要买外国的机械啦、器具啦啥，我讲足方便的啦。咱开放这个专卖制度开放做酒了后，其实台湾对就是等于无酒的技术吼，开始到即阵20档内底，其实一直在进步。上起头当然，迄个400-500间的酒厂，一个就是讲较早因兜有咧偷激酒的，第二就讲有的企业家感觉讲这个酒可能会当做生意，所以就开始。投资，当然伊投资的时阵，伊是无技术，所以就讲去请有技术的。但包括对外国引技术入来，包括讲做一咱公卖局吼，应该公卖局退休这人员，有这个技术，所以利用这去请这人来做酒，所以头一杯的技术差不多拢是对这来。其实事实上吼，阮细汉的时阵嘛，定定看到迄时代吼，讲会去买什么药草啊啦吼，什么个。浸迄个浸药酒，包含就讲哦，迄人就是跋倒爱推的迄个药水，其实内面拢有一个酒的成分啦吼。所以其实咱会当伫咧这图片内面会当看到吼，其实咱台湾人浸药酒，毋那是真济打的这个药材以外吼，甚至我捌看过有人讲订什么土粮，这就是土粮，这就是土粮酒一杯土粮。一杯土粮就是去挖就来浸喺内面啊，包含就是掠着虎头芳，要浸香酒啊，这是浸酒这款文化。毋知就是讲，头家你细汉的时阵，敢有看过这款的文化伫咧身躯边？当然咯，阮自囡仔时阵，这就是咱袂算生活中的一部分啦，吼。就是讲浸药酒，吼。尤其像阮庄卡啦，吼，虎头芳酒啦，而且人去掠着土壤就来浸安尼啊，吼。当然较早应该技术较无遐好，毋知影就讲摕来酒就甲浸落。其实慢慢大家讲，其实浸药酒嘛是有伊的技术啦，吼。上大的问题讲，一般大家浸就是讲，就是用唔到酒。其实浸酒有一个较重要，有当要多趁这个机会，甲大家提醒大家讲，咱当调的时阵，就一本古册叫。新修本草，吼，伊内底有写吼，煮酒春理不同吼，煮酒顺利无共，为米酒入药，这是咱历史上啊吼，头一本种官方的迄种药典，迄是药啊，所以在咧其实伊讲的就讲，迄酒吼，春梨就是讲各种酒，其实伊拢是有伊药性，只是无共的，所以干那。米酒会使泡药啊！你泡药用米酒，这最重要的。所以做一人咧泡药的时候，摕个高粱3厘罐，其实你就等于甲伊的药方改变啦。因为啥？除非讲这个药方内底有写讲，我要用高粱酒，我要用玉米酒，麦芽酒，伊若无写，就是要用米酒。这是可能都提醒大家讲，咱要浸酒的时阵，唔通袂记哩，酒嘛是一种药啊，因为伫咱药册内底，咱的中药内底。
饮食当源，所以咱食物件就是一种药啊。你无使开啊侪钱啊，用一插药啊，结果酒用唔对，药效无够，这无采。当然啦，像拄则讲就是讲开放迄个酒牌，互大家来申请了后，最近就是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地酒。请教老师，什么叫做地酒？地酒20个吼是日语啊，日语好在地的酒，在地的酒，咱就想在地就是咱土地有种什么哦，迄个原物料哦，你有什么，咱有种什么原物料出来，你有做出来酒就是在地酒啊，嘿，本来就我估计咧，为了讲秘鲁是毋是在地酒，但是秘鲁毋是呢，伊是迄个伊是麦啊。台湾就无麦啊，足少的啦。大麦迄个大麦吼，迄是用啊进口。所以你讲用迄来做，较无法度，达人说服啦，讲是在地酒安尼。其实地酒这个名词是吼，这几当愈来愈盛行的。关于咱开始出国了后，拢会去各地去法国，咱就啉各个酒庄的酒，或者日本去啉清酒。这地酒就慢慢大家形成，咱啉要啉在地酒，所以咱翻头转来讲，看咱台湾有啥物地酒，当然因为台湾的开放时间无长，所以地酒还搁咧发展中。但地酒基本上，咱老师咧讲的就是讲，这个土地发出来，伫这个所在结出来的酒，就是叫做地酒。所以老师在有讲就讲，麦啊，基本上麦啊，秘鲁，这就做歹变做地酒，因为伊就是毋是台湾本土的。除非讲，咱台湾嘛麦啊，但摕只麦来做秘鲁会当做地酒，迄嘛算地酒，但是讲可能成本上较袂好安尼啦。成本上袂好，因为量上少啊。对。安尼我继续请教头家吼，听讲恁是有用米伫咧做这威士忌。阮酒厂自起头要做酒的时候，阮就是甲阮设定，阮咧做地酒。阮地酒当然地酒老师头嘛讲过，讲这就是这个所在生产过量的物件。伊的生产过量一般就是这个所在适合这个物件都会种，伊才会过量嘛，对无吼？所以一般咱外国全世界拢共款，拢是用对地酒起身嘛。所以阮要做时，我想，那本来要来做台湾的地酒，先要哪做？头一个看到就是讲，阮附近拢就是种米，阮兜拢厝边隔壁拢咧种米，对，就是用米来做地酒啊，所以这个米做威士忌有两个方向，因为阮用米咧做地酒的时阵，开始发展甲当然那做拢是甲白酒。甲白酒的时阵，阮就想讲，若要搁做较好的米的酒，要哪行？迄个时阵阮就发觉讲，头有一个威士忌的定义，阮发觉威士忌的定义，伊就是讲谷类的蒸馏酒，摕咧茶汤内底2档，台湾规定2档，英国苏格兰伊规定3档以上。40度的酒叫做威士忌，伊是有法令有规定的哦。所以我发觉讲，米就是谷类啊。所以米来做，伊就符合这个威士忌的定义嘛。全世界拢共款啦，伊就是分类分咧啥，就是人讲grain 就讲谷类谷类的威士忌。所以我发觉这点就是讲，咱唔来甲试看卖。所以我才开始用这个米去做威士忌。当然，佮对另外一个方向，阮当时咧研究这件事时，我佮看另外一个，威士忌当然对苏格兰、英国这边开始的时阵，当然因在地是用麦啊，所以要用麦芽、麦芽去做威士忌。但是威士忌来到美国的时阵，伊开始用在地的玉米去做迄个啥波本威士忌。所以伊是安尼咧行，所以我想讲，伊行来到台湾咧。按说用米啊，用米去做威士忌，所以第一这两个条件下，阮决定来用米来做威士忌安尼。对，因为当然啦，就是讲伫咧台湾用米来做威士忌，要来请教陈老师啊，讲这敢会去互受到质疑讲，为什么恁会用米，那为什么毋是用麦啊咧？我会记我有记伫啊吼，就是大概咧差不多5-6年前啦吼。印度的威士忌吼，是用啥做咧？印度的威士忌是用甘蔗迄个糖蜜，伊用糖蜜，就咧浸的茶汤内浸，伊来叫做威士忌。去世界摕去比赛嘛吼，原料时阵就写糖蜜molasses，迄个英语 molasses。
啊，你真侪专家嘛，质疑讲，你印度政府啦，无咧人规定啊，你迄是啊，咱转来吼，这个问题上重要的精神就是讲，你做出来酒，到底消费者要甲你买单无？啊是讲好食歹食，哇，这是上重要。啊，其实名词吼，咱只要对咱本土的迄个酒类的产业吼有帮助，对咱本土的农业有帮助，我感觉名词吼。这个会使，你若写清楚，我看大家若消费者接受，我看嘛无要紧啊。其实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消息，是伫咧大陆，中国引进西装遐用什么咧做威士忌？青稞、青稞，因在地的物件，伊嘛开始咧做。吼，所以表示讲，其实以阮的看法是讲，其实咧是造成这个威士忌有啥物会遐尔啊？伫咧全世界遐尔啊，遐尔侪人啉就讲，第一多元，吼，伊对麦啊，对玉米，吼，乌麦、大麦、零麦啥，啊，一直行啊行，所以伊接受度啊，为啥吼有迄种迄个米麦味啥，吼，所以伊接受度悬，所以老师就讲了，接受度悬，消费者感觉会使，这嘛是造成威士忌伊多元化，都有各种气味，啊，你咪是都加做趣味啊。对，事实上呢，就是消费者，若是你爱啉，对伊来讲，这是一种好酒。要来斗相共咱台湾在地这个农产业，不过恁敢知影讲，伫咱们台湾的旱季也会当做酒哦，真侪趣味的代志，咱小休困一下，较听下继续来讲。有真侪人拢抓准讲。有好米才会当结出好的酒，其实毋是安尼。伫台湾，即个各种农作物拢会当大丰收的所在，台湾人用台湾出产的原料，透过无共款的方式，结出充满台湾味的酒。咱只要对咱的产品有一个充足的了解，咱了解咱的风土，适合做啥物，属于咱当地迄种。酒啊，日语叫做二沙克，在地酒。迄个在地酒，吼，就会使互咱即个台湾的在地农业吼升级。一款酒一款味，即马台湾人结的酒，打破一般的人认为，干那温带才会当做出好酒的观念。而且，逐年拢伫咧世界结酒比赛当中，摕到袂歹成绩。嘛，因为时代的转变，即马台湾人嘛改变早前认为酒是补品、是祭典，也是重要时阵，才会当用到的观念。愈来愈一人啉酒，毋是要应酬啉我醉，是要啉迄个气氛，啉即个讲这个酒，透过这个酒来了解一个国家吼，伊甚至历史、伊的文化，伊的这个酒的演变安尼，这是已经慢慢提升讲这个酒的大概。品酒文化已经无同啊！到底酒这款物件，伫即摆台湾已经变做虾米款的存在？酒又阁是安怎慢慢啊咧改变台湾人的生活咧？头拄也有讲到，这旱季也会当做酒，其实事实上吼，我是认为讲旱季对我来讲就是正正的三一罐梅养粉吼来当解决啦。但是咧，请教老师，这旱季做酒的历史，听讲也是真久，这旱季做酒是安怎来的？自细汉到大，我看台湾人拢唔知影讲迄落旱季在做酒，连我家己嘛唔知。迄是在2014年的时阵吼，我家己去英国参加一个迄落酒类的迄落研讨会啦吼。我咧会议顶头吼拄到日本的教授，因为迄年我去日本，我去英国发表迄落咱台湾的玉荷包奶基酒，奶基做的酒。我问迄个教授讲，请问你做什么研究？伊甲我讲，伊某烧酒，sweet potato 烧酒，我听到就来惊到，我讲。台湾呾西种甲旱季咧，从来毋捌听讲旱季的做酒诶。吼，结果我倒来台湾咯，为历史的迄落文献去调查，才发现讲，其实因为日本来台湾的时阵吼，九州的迄落移民就是打迄种泡盛啦，迄落阿瓦莫利甲伊莫烧酒的文化，台湾那种做酒的迄种旱季的酒，这旱季酒则因为国民政府来台湾啉袂惯势，这。打迄个日本的迄个
日本人迄个过去啊，拢达消毒过，哦，所以变做迄个绍兴酒啦、高粱酒啊、高粱酒，啊，所以番薯酒的文化全都无去。啊，其实台湾咧清朝，咧马经就做番薯酒的历史。嘿，是。这个番薯酒，敢有限定什么款的品种啊？我咧迄个英国吼，拄着迄个日本的教授了吼，我就迄阵啊，就对这番薯酒吼，足有兴趣的。啊，我透过迄个日本的教授，我邀请你来台湾，啊，伊嘛找我去迄个日本，啊，我就来带我的研究生吼去日本吼，帮人烧水沟啊、洗酒桶、洗便所、洗灶骹，开始打迄阵袂记咱台湾吼历史无记的这番薯酒的迄个技术，吼，搁搭学转来。好，学转来了后，我台湾吼，我操作试验吼，十几种品种，啊，真趣味是有的品种吼有果子香，啊，有的品种做出来咯，无好的，迄足歹味的吼。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咧朋友看迄个澎湖厅制迄个清朝咧做番薯嘛吼，所以我转来，我个团队我转来去朋友吼去迄个采收番薯，啊，这番薯学出来，我转来惊着讲。这跟我咧日本看的品种吼，迄外形足像的啦，哦，一模一样。啊，我转来做迄个 DNA 的迄个鉴定，啊，甲日本的教授吼去研究，啊，才知影讲，迄个文献顶头就是讲吼，因为1904年、1907年迄阵啊，朋友迄种就来无落雨，啊，遐人无通食，啊，转来迄阵的船吼，为九州的那加萨基，长崎那加萨基转来。坐船载迄个番薯为九州来遐去互朋友的马经的人食。哦，嘿，所以迄番薯迄阵啊，来到马经就是日本番薯。哦，就是日本。即摆咧马经嘛有人讲有啊，阮祖先讲这叫日本番薯。嘿，所以我就来发现到日本的番薯，我感觉足趣味。啊，我即摆吼就是甲迄个马经遐个人，就是迄个朋友遐个人客作。吼，我要用遐个番薯，我叫因落去种，因为偏好迄个天气，啊，甲本岛拢无共，啊，所以做出来味吼足特殊诶。这叫做偏好听字吼，啊，偏好听字内底伊就讲吼，马经啦吼，以薯酿酒名曰地瓜烧，吼，地瓜烧用番薯做诶酒，迄是清朝时阵诶册哦，吼，1894年诶，伊阵啊清朝诶，伊就册，吼，叫做。迄种平湖人哦，迄平湖人伊讲足爱啉酒的吼，逐顿拢啉啦吼，啊啉甲破杯嘛无反悔啦，安尼啦，是吼，所以讲啊，啉甲破杯吼是啉酒解唔好，也是啉酒解唔好，吼是解唔好，还是解唔好啊？这是两种意思啦，吼。啊，讲到迄个时阵，其实拄则讲到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了，伊想要甲即个规个有过去日本形象的台湾做一个大改变。啊，当然在迄个时阵哦，就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嘛。啊，但係台湾时阵其实是种出这款农产品。啊，当然啦，既然是讲农业台湾这部分，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有特别种一寡农作物是要来结酒的对吗？对，伊不止咱叫做什么农业台湾，因为寒天的时阵，日本迄阵啊伤寒。伊要寒天的时阵，伊的米一年生产一遍，啊是台湾的收成好的时阵3遍。哦，所以伊看见台湾在补地，吼，所以迄阵啊一粒白菜，日本是来一粒白菜，你卖寒天的时阵，你卖去日本5倍价销。5倍，伊遐有需求，啊，咱这农民赚着钱啊。好，啊，所以迄阵啊是。刻意吼，把台湾变做一个农业的迄种生产的迄种所在，所以迄阵啊米，吼，日本人来台湾食在来啊，食袂惯势啊，吼，结果1921年的时阵吼，咧迄个大稻城，吼，迄个朱鎔基就发表蓬莱米，蓬莱米就是台湾的米，甲日本的米吼，去19变做咱即摆咱食的米，吼，啊，1919年迄阵啊咧。花莲，迄落以前遐叫做玉新哦，吉野村，哦，即摆叫吉安乡。玉新哦遐嘛有吸收来迄落移民吼来台湾嘛食袂惯势，所以伊日本的米甲台湾的米啊，迄落19出来变做迄阵啊迄种玉新哦125，吉野1号叫天虹米，第一个要送去日本哦天虹食米，所以遐阵啊来种超1000家，
吼啊做迄种啊的清酒，嘿的历史。对，因安尼在迄个时阵啊，日本啉酒的文化上兴的时阵，是会当到外乡啊。哇，迄阵啊，我看迄个日本时代迄种迄个文献出来了吼，甲迄个1935年的时阵吼，昭和10年的时阵，竟然咧规个迄个尤其喏迄个吉安乡，伊遐差不多1000家的土地，1700栋的米吼，为花莲坐船来甲迄个家人，啊家人再带迄阵啊米啊，坐火车吼去台中，啊去迄个台北的酒厂吼做，互迄阵啊上悬砍迄个日本军官才啉会到的，吼叫做开船，迄个 sake， 啊，搁有迄个水工，吼啊，这阮拢有咧山顶吼，迄个以前的迄个住宅所，迄种山顶迄个警察局，捡着迄种啊的酒干啊，捡着遐个酒嘿，迄种啊日本时代人留落来酒干啊，哦，是。原来是安尼吼，其实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过去吼。啊，当然啊，就是讲咱台湾这个敬酒的文化，大家食酒的文化，其实一直延续到大，包含了亲像头家共款哦，就是想要讲开发属于咱台湾在地款酒的这款无共款的迄个种类吼。啊，其实头拄则你有讲到要用台湾在地的酒啊，在地的米啦吼。啊，当然我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威士忌爱甲装入去迄个茶汤啊内面，你敢有想过讲吼，就是卖用迄款？就是外国进口迄款橡木迄款汤啊，用台湾在地，比如讲美尼去、希诺去、相思木啊，还是讲遐杉啊，落去做这酒汤啊，你捌试过无？其实这阮拢捌试过。其实这都是讲，因为咱还是尽量要我在地化。但是当咧试的过程当中就是讲，其实一个酒要做好啉，除了你用的料好料，其实尤其这种算入汤的时阵，一定尾啊这个味要搁加入。尾要加入的时阵，这两个味会合无？这就最重要。其实阮试过，味无啥会合。这当然这过程当中就讲，咱爱试，阮包括甚至讲阮上起头含用吼这橡木桶的时阵，起头试嘛袂合。袂合。因为我感觉讲，米伊就变成米酒味甲汤仔味伊是分开的。哦啊，试过啊，尾啊阮则慢慢甲。经过讲哦，包括咱敬酒的方式吼，啊个咱酿酒的方式，经过改良了，则会当互咱这个像咱啉的这个米的威士忌，就讲伊偏的时阵是威士忌酒的酒体，伊就咪麦啊，唔是波本有米的，伊就是变做咱米的，啊杯底则个出现咱家己特殊的种麦啊味，吼，这个过程就是阮咧开发时较麻烦的所在，就讲，其实阮拢试过，我嘛拢甲单调过，啥因为。袂合啊，所以讲相思啊啦，吼啊，迄种茶迄种哦，讲咱都希诺去啦，吼，迄味就是唔对，系啊，啊，但是当然就是咱无法度接受，咱家己都无法度接受呀，互有人去接受，啊，所以为什么讲全世界目前嘛是以橡木桶为主的，其实这个味也是咱大家较无法度接受的味安尼。因安尼，我要来请教着教授啊，就是讲吼，迄个咱台湾其实是种真侪葡萄啦，吼。我是唔知讲是咪做葡萄酒的葡萄，甲咱一般食的水果，迄什么古风葡萄是无共款对无？安尼是咪讲有人讲什么台湾的葡萄较无适合做葡萄酒，敢真正是安尼啊？其实这个问题啦，吼，就是我台湾真侪人嘛，我都理解啦，吼。你就是甲。我差不多我1991年的时候，迄阵台湾专卖，但是我迄阵去欧洲读册的时候，才发现讲，哇，原来这种做酒的文化咧，欧洲啊，吼已经几千年的历史啊。我迄阵啊就受到这种文化吸引啦，吼，所以我阵啊就变做去法国读迄个吉酒的大学内底吉酒系啦，吉酒系啊，我是第一个亚洲的学生，真的哦，喺内底系读册，迄阵台湾佫专卖啦，吼。啊，但是咱以世界迄个地图来看吼，迄个葡萄吼引进来台湾的时阵是清朝嘛，其实但是上大宗的时阵日本时代，因为日本是温带，吼伊遐较寒，较凉冷，所以伊打遐的果子像梅啊啦，桃啊啦，吼啊葡萄拢是日本人迄阵啊，为帝国大学引进入来台湾试种，啊，搁留落来台湾，吼，所以葡萄咧，伊留落来葡萄的迄个气候啦啥。当然无比欧洲较好，但是阮后来吼，我试验10年了后才成功，才知影讲
用什么方式啊？吼，用咱台湾本来是缺点，吼，迄葡萄本来无比欧洲较好，但是咱从10年实验了后，大个缺点变做优点，啊，咱的酒吼，啊，咱的酒啉起来咯，足迄落口感啦吼，啊，个迄落尾韵啊啥，口感拢真好，吼，啊，所以阮实验10年了后，伫世界吼，甲当遮10个国家，咱都有得过奖，系，所以。唔是讲咱台湾的葡萄无够好吃，咱用的方法，啊，甲咱自然的环境吼，有法度好产生别人嘛无法度吼去 copy 出来的味，吼，啊，这就是台湾酒在地酒的迄个优势。是对，因为咱拢知影讲吼，愈在地愈国际。对。啊，而且老师你拄仔讲着吼，有一个10个国家得过顶啊。是。你认为讲咱台湾酒的优势伫倒位？咱台湾酒的优势吼，就是。所有的在地酒啦吼，世界各国的在地酒唯一的优势吼，就是自然环境，甲文化。像咱的高山地，咱的高山地无法度咧越南，无法度咧中国种出来，是啥？咱台湾的湿度，咱台湾的迄个土地，吼啊，咱台湾做酒的传统，哦，所以咱迄就是法国人吼用2字来形容这个日本人迄阵有讲啊，富土。风土，风土啦吼，富土是啥？文化甲自然环境是无法度咧别个所在去做出来，啊，这就是台湾的优势。嘿，咱台湾的真侪迄个农产品啦吼，像迄个咱茶啦吼，啊，咱的迄个像咖啡，你知影即摆咧阿里山的艺妓，哦，咧世界足贵的咧，都世界嘛得金牌啊！哦啊，但是咱拢唔知影讲，其实日本时代咖啡落咧外销啊。迄是因为哦，国民政府迄阵啊来台湾吼，对台湾的了解阁无够深吼。其实日本人迄阵啊，伊阵啊，伊落咧，伊阵啊是落外销咖啡啊。对，因为安尼我来请教着头家吼，就是讲吼，恁结这个威士忌啊，当然啊，一定甲别个国家去互相交流过。那若你将咱台湾遮结这威士忌摕到国外去的时阵，遐个外国遮个品酒遮个专家安怎互你回馈啊？哦，这个就较特殊啊，因为毕竟用米做威士忌全世界，阮目前大概有3、4间酒厂咧做，哦，毋是讲我们唯一啦吼，有3、4间酒厂咧做，所以这个米这个风味，伫咧因的感觉是讲，无共吼，啊，这个无共是变哪无共？因为伊都毋是麦啊，伊毋是玉米，所以今日我若用米做出来是麦啊味、玉米味，这就奇怪啊。哦，啊，头头老师讲这是风土，所以咱做出咱家己的味，啊，咱就是要有家己的味，吼，越在地越国际，咱就是咱家己的味，但是重点啥？咱甲做好，你甲做好了，别人啉到这就知哦，这台湾的酒，袂讲一啉袂讲啊，这都威士忌啊，都是麦啊酒啊，都麦芽酒啊，对待来，啥无伊啥，因为伊无家己的特色，哦，啊，这就是咱做地酒的一个好处，就讲。咱共款一个酒，摆我早是好买做古文样。其实我甲这物件刷来台北，我都做袂出这个味。啊，这是咱做酒上趣味的所在，就讲伊就是甲风土结合，伊毋是干那原料尔，毋干你做酒的技术尔，伊甲这个你的环境、气候、这个空气拢有反应。哦，这是咱地酒上迷人的所在。啊，我嘛是讲在这个所在甲做好，啊，做出咱家己特色，这是。地酒，阮一直对地酒有一个期望安尼。我像老师嘛，一直做，包括讲吼，就咱咧做葡萄酒，啊，甲这样的地瓜酒，拢是要做这个特殊家己的风味安尼。对。讲到这做酒会当做出属于在地一个美梦，也究竟这内面有偌济美角咧？咱客厅啊，小休困一下，所以再继续听因安怎伫咧拍拼。
台语有一条歌叫做“酒是武判，你是性命”，不过对这酒来讲，真侪人伊家是当作是性命共款。也要来请教到两位来行人哦，就是讲啊，要先来请教头家好啊啦吼，就是讲吼，咱台湾人吼真爱拼酒吼，像我去互请的时阵哦，迄个时大长辈长官就讲，家好来啉。无啉袂使，啊，我若家记出来，伊就无欢喜啦吼。啊，当然啦，恁在做这个酒，当然恁做出来迄个酒吼较高级。啊，你认为讲吼，咱台湾人迄啉酒吼，面对着这款比如讲较高的酒啦，还是讲较好的酒，敢是共款一个拼酒咧？这个拼酒的文化吼，是应该讲是对于咱东方啊吼，就古就安尼啊吼。啊，当然这个文化是一直咧改变，就讲包括讲开始吼，咱开放了后。酒商引进就是外国酒，甚至引进把这酒用洋酒这引入来了，慢慢啦，把这个外国餐酒文化嘛引入来。我食什么物件配什么酒，较早应该咱若咧应酬时都有酒食啊，就配酒啊酒啉，灌酒灌到醉尔。无你讲我今日食什么物件配什么酒，所以这个文化慢慢形成。开始咱台湾人开始咧注意讲，我食这个物件。是爱配什么酒哦？当然，毕竟这咱是伫算哦洋酒的迄种迄个文化。但是慢慢开始咱讲，因为咱的中餐配洋酒，当然嘛是会使，但是中餐内当配咱家己的酒是比较好。但是咱中餐主应该都已经伫了，只不过是咱一直无家己的好的酒。哦，所以这嘛是阮要做地酒的方式，就讲因为为什么？因为毕竟。咱上讲上简单的，咱的米酒都，咱的菜点2滴米酒，汤点2滴米酒，就继续烹，继续配啉。表示讲，咱这个米酒，跟咱的菜本来就做下，哦，所以咱中餐要安怎来用配咱的酒，这是咱目前包括讲哦，不管咱的迄种个餐桌文化啥先，慢慢咧形成哦。因为我发觉，这样愈来愈一人啉。要食饭的时候去敬一款酒，但目前伊敬的那个敬啥？敬洋酒。唔是唔对，是因为伊无好的台湾酒通敬。但是阮努力把好的台湾酒做出来。后摆咱要食饭，敬起好的台湾酒，不管是葡萄，不管迄个番薯，不管米，威士忌、朗姆，拢有咱台湾酒通敬。这是阮。感觉咱台湾后摆行的方向。呀，老师你之前伫咧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去到日本啊，你有看讲别国的人，因是安怎看待啉酒这件代志？其实拄啊主持人上开始来讲有人讲酒是无好的物件，是安怎讲酒是无好的物件？是安怎咱以前打米酒叫做海头啊，因为迄阵啊因为日本人走了啊，国民政府来台湾，迄阵啊经济嘛无啥好，有酒通啉就足好啊。所以公卖局迄阵做的酒真济拢是糖，迄个糖是糖蜜，糖蜜内底真济，你糖蜜是来做酒精来杀菌的。你若搭啉落其实你啉落袂死，但是啉落变海头，然后伊内底有足侪杂醇，杂醇啉落你就全来戆去，毋是纯米啊，其实迄阵国民政府来台湾时阵，为着迄个原住民，迄阵佫有原住民专用的酒原住民专卖迄落原住民区才有的酒，迄阵是啥？迄阵其实内底拢是迄种无好的迄种糖蜜做的，糖蜜做的啉落迄个有啥？啉甲肝害去，种酒毒，着酒毒。迄拢是无好的酒。其实你若讲依照咱即摆迄个技术，咱即摆好的制酒的迄个观念、卫生条件来做，其实好的酒啉起来较对咱身体是较好。可以所以咱台湾人真侪迄种肝啦无迄种代谢酶啦欠缺一种代谢酶，所以你若所以这袂使怪你，所以但是你再啉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就好啊，安尼是，所以烧酒家专酒的我无法度啦，对。当然今仔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愈在地愈国际以外呢，恁对家己台湾本土这的地酒，恁有啥物款的愿望无？以我个人来看法啦，因为全世界的酒拢咧发展地酒，因为这能代表咱家己。我感觉咱
台湾，因为台湾是对光明制度的时阵，就是日本时代以后，国民政府来了，变成讲就是以大陆文化，因带过来这高粱啦，这绍兴啦，这酒为主。所以国民制度开放了，咱才开始有台湾家己想法的酒。要做台湾家己的酒，所以开发到这段当然差不多要20档，这20档内底慢慢自高粱酒，开始慢变到这阵啊，咧演变就讲一直往地酒这个方向行，包括番薯啦、葡萄啦，这拢用在地酒先。所以我感觉咱台湾未来嘛是走向地酒，而且唔来啊，咱家己走向地酒，咱嘛当甲咱的台湾的地酒销去到外国，互外国人知影哦，原来这才是正的台湾味。就我细汉的时阵啊，到我捌代志了，我开始读历史的册啊。我的历史册我敢会记得一句话，叫做“中国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但是中国有三宝啊，人参、貂皮、乌拉草啊，但是我对我家己我脚踏的土地的历史，我完全唔知影。因为迄阵啊，国民政府来，伊要打过去，咱所有日本啊以前的文化拢送互你卖去。其实咱台湾有足丰富在地酒的历史，包括番薯的做酒，包括咱的米，包括你去问即摆国校啊，囡仔你什么叫做在来米，伊嘛唔知，所以咱的历史，互咱甲咱的土地足长的足大的距离啊！你若唔知影你土地的历史，你要安怎创造属于这片土地的未来呢？所以咱为台湾的历史来出发，咱做出来的酒愈在地就愈国际，所以后摆人世界的人就知道讲，这就是台湾酒的滋味，所以咱透过在地酒，足侪咱全世界的人来熟悉咱台湾风土、台湾农业的美好，这我看就是台湾地酒，伊代表上重要的意义啦，在咧遮。咱拢知影讲，愈在地愈国际，亲像拄则老师所讲到的吼，记真侪别人的物件，倒不如来了解到咱家己。也来在今仔日咱讲到咱台湾酒真侪历史，对这酒的过去一直讲到着现代，甚至咱台湾酒的未来。今日非常感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甲咱分享，而且非常多谢老师，感谢，谢谢。讲到酒是文化的生命，对出世到死亡，无酒是袂行。来讲到咱的台湾酒是有高有正，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呢，做伙来甲伊集一个，会当制作双赢。所以伫今仔节目看煞了后呢，会当去买一咱的台湾酒，甲伊简单集一个。不过18岁以下，永远是袂当啉酒哦。也邀请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恩，谢谢。